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，第一讲就是食槟榔熬红，食槟榔会配红汁，也就是有老叶啊和石花包做伙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就甲槟榔来做第一级的致癌物质，证实食槟榔会致到口腔癌。若是想要活命，槟榔就千万唔通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老叶的老，读了后老第二条。读老这是读白音，老就是老藤，这是一款的花材的牵藤啊。做生理人就用老藤细的叶啊，差不多是囡仔手掌的大小，或做老叶来包槟榔籽。掺白花就是包叶啊，若是掺红花就是或做红花。古早就有一款用老叶啊来做头巾，叫做麻老包。若是讲一顶麻老包给你戴，代表讲代志由你来负责，就会较刷煞。也有台东成功的旧地名叫做麻老老，这里还有一个文音读做老，有一款底米的鸡丝叫做加老啊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加老啊。咱头前讲到，这是一款底米的农具，亲像柑仔同款是用竹仔变的，比柑仔较深。第二个人讲无话讲加老，有人讲是无话讲加热，也就是咧拍纳凉练消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合做伙。比如讲，以前厝边大家做田，若是无用刷，家老啊就会放一边，先伫咧老藤树骹食茶练消话，无话讲家老，安尼嘛是真趣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老，这是白音，文音读做老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